珊珊，这是我们请来的美术顾问王老师。王老师，这是您一直想见的策划人雷闪闪。你好，王老师，好久都不见了。今天正好我有空，我带你去马场转转吧。早说好啊！但是现在确实是没时间，因为我得带他回画廊，改天吧。王老师，咱们先走吧。完了。同学们，你们在下笔之前一定要仔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珊珊，你好。冉冉，冉冉，baby，你去哪儿了？跑步。没事吧？麦克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。问吧。你怎么认识王老师的？你是唐人马球场，他是唐人画廊，你们一个老板。真的？那我跟他也太有缘了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没问题，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王老师，我给你搞定，但是冬眠你也得帮我把他弄到我身边。真漂亮。今天要跟谁约会去啊？清月峰呗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意志可够坚定的啊，还真当真呢。那不废话，我都认定他做我孩子的爸爸。冬眠，我觉得你这么做对麦克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？你有病吧，雷闪闪！我跟你说，我最近一直就觉得你脑子有点毛病。雷闪闪，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女朋友，你呢？你那个死大嘴巴！我一告诉你所有的事儿，你全部都告诉别人。你告诉博士也就算了，你告诉麦克干嘛？你凭什么这么对他好啊？我不是对麦克好，是因为你跟麦克本来就没有正式的离婚，你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守妇道。不守妇道！雷闪闪，你竟然敢说我不守妇道！你知不知道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他是怎么对我的？
磊珊珊，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啊？我本来挺好的心情，我跟戚明峰约个会，你这百般阻挠的你，嘿，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这样对他啊？干嘛你？我给我什么好处了？我干嘛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因为他帮你找到王老师了？你说好吧，你这个见风使舵的谄媚小人！打我你啊！打我干嘛？凭什么打我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给我听清楚了，你以为那个王老师是什么好东西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这5年都在这当一个玉女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在当一个傻逼。有哪个好男人能把一个女人扔下5年都不管？我告诉你，人根本就不喜欢你。像这种臭男人扔大马路上，就算被车压死了都没有人认领，只有你这个傻逼才会珍惜他。傻逼，你就是个傻逼！滚！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冬梅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少管我的事儿，我也不再管你的事儿了。咱俩各走各的路。自求多福吧你！好，磊珊珊，这话是你说的。你说你还不如不出现呢。你最好一辈子都别出现。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。王老师，那个，哎，你好。展讯我已经看到了，怎么晚宴有变动吗？对，有一些变动。对，这样说。其实这个变动也不是什么变动，就是一个就顺序的改动而已。对，我忘了一个事儿，想问你，你好像以前是个电视学院的老师，对吧？对啊。但是我奇怪，就是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，对吧？然后你就走了，这为什么？那个，大家都挺忙的啊。你来找我是谈晚宴的事儿，但是我过去的事情跟晚宴毫无关系，对吧？对，是，好，那开始吧。脑子不行了，文件我忘带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一个 email， 好吧 OK， 好。对不起啊，拜拜。不远送了啊。行，那我走了。今天太阳好大哈！跟冬眠吵架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冬眠在会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你说你们俩这么好的姐妹，有多少深仇大恨？至于吗？女人的事儿你少管。好，我不管。谁让他要提王老师？该哭死他！我今天，说话的语气也稍微有一点点重。没事儿，我们从小睡到大的姐妹，吵两句算什么呀？
牙齿跟舌头还打架。行了，你赶紧忙去吧，那么多马还受着伤呢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哭死你！王老师一直担任艺术总监，在我们这儿，他在这儿待了差不多5年了。哦，我好像听说过啊，他以前是一个电影学院的老师，好像。这个我们也听说过，但是不太清楚，因为他平时很少聊自己的私事。他在接合同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就是保证他每月接案子的数量。哦，哎，这倒是为什么？他说他需要每个月有高额的固定收入。哦，但他也没有什么好表，开的也不是一好车，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的，所以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？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，因为这毕竟属于个人隐私嘛，我们也不方便多问。啊，对，行，我随便聊天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好，那我们晚宴见。 OK，好。